经过迄阵代志了后哦，咱的气氛哦，敢拢招开啊啦！即马哦，一天的生意哦5、6摊呢。5、6摊哦。嗯，啊，你是安怎接的啦？我都无去接咧，电话打起来的啦。我毋是讲安尼啦，我是讲，你看咱一台车2个人，啊，你接5、6摊，一工是要安怎走？这安排哦是安尼啦。头家娘，你替我想一个办法好无？无安尼啦，啊，忝到啊全吼，嘛是做这大的啦，啊，咱走袂去的吼，啊，才陪因走好无？会使。对。哦，头家娘你较巧呢吼。曾老板，林老板，你要内底坐啦？内底坐。林老板，唔知你有啥物代志吼？哦，我今仔是要介绍一笔生意，我有一个朋友专门做回报生意，需要用车替去南部做盆景。盆景，啊，载盆景我食就有啊，总是爱载下港去呢。富贵，你敢有熟悉？阮朋友需要盆景的量非常的大哦。有啊，我会使介绍你一个叫何先生的啦。安尼我叫朋友直接甲你联络就好啊，以後就拜託你哦。好啊。多謝啊。啊，我有一個停車，我趕緊要來找。林老板别走啊！拜託你哦。时间啊，当然啦，谢谢啦哈。阿三嘛，想要教你个重情重义，介绍生意好先做做哦。我，哎呦，这艺名对咱嘛袂歹嘛，对不？咱若有生意哦，介绍伊嘛是应该的嘛，对不？对啦。啊，你阿姐迄钱吼，你还伊袂哈？阿菊。有啦，系啊啦，啊，这麻烦你一下啦，我打一个电话吼，我要甲你阿姐讲多谢。免啦，免甲再搞工啦，免啦。无咱若吼送回去下港吼，你俩专工起来讲多谢啦。唔通啊，你讲唔通哦，免啦，嘿。阿三啊，啊你若这年捌咧说啦，伊这年甲咱斗3工，咱至少买一个盘手去看伊才对啊。你你阿姐介意啥？哎呦，伊介意咯。介意啥啦？哎呦，阮兜3大单团呐。3大单团。嘿啊，3大团咱就无值啊。啊你无少，迄笔钱你是对来的啦？迄钱哦，迄拢是迄移民啊啥来的啦。阿三嘛，啊你若唔用早讲。啊，伊就叫我莫讲啊。真多谢你。哥，你甲代志吼交代阿三仔做哦，根本就无妥当啊！啊，这哪会使怪我啦？这较有法度啊！我阿三仔都无阿叔，你要叫我倒去生一个阿叔啊？你讲就是讲啦，无遐侪理由啦。何先生，最近哦，常常麻烦你，实在真歹势。啊，迄是阮个性感情关的啦，你嘛免歹势啦。以後你有號走車，愛較細膩啊。真有法度啦，啊，伫外口做工课吼，兼算考试拢嘛有。共款是个工课，我是感觉混行找人来做吼，较袂下。你毋考虑转道啊？做原业袂歹啊，即摆市场哦是愈来愈大。我无想过呢。尤其哦，你带一个囡仔来做原业，会用培养囡仔对大自然的认识，对囡仔的未来发展嘛会较好啊。多谢你的关心。我是讲正经的啦，你若讲哦对原业有兴趣，我会使甲你斗3工。唔免啦。阮翁在生的时阵，伊最希望讲有一间家己的货运行，我绝对袂放弃这间货运行的啦。你鞋裤啥？请长，这手机有啥一个点知？这穿啊哦，是阮哥哥的情关宝贝呢。那阿歹哦，你几啊张都无够过啊？啊你是骗鬼你袂食水呢啦？这穿啊树是价值偌济钱啦？啊空金要空用的呢啊，袂使摸你啦。本来就袂使靠的啊啦。这是阮阿兄用10几年的时间，无简单才栽培起来呢。等到我阿兄的性命共款，你若是金山哦，银山嘛要这张是我的价值。对啦，恁遮拢空金的啦，空银的啦，袂使摸啦，我就偏要摸人嘛。咱们不一样啊！头家娘，咱不都要进来走？歹势哦，无金老板介绍迄边的工课，就麻烦你家己去讲啊。歹势。
妈，来吃点心啦。妈，你是安怎心？啊，一来已经2天无转来咧，看要咱食的都困下去。这个死囡仔哦，啊，虽然是无电话啊啦，一个歹去，啊，明仔较早啊电话转来，我毋倒位啊。啊，真若是毋是叫人包夹冤家，啊去互，哎呦，我愈想哦，愈烦恼啦。妈，你莫烦恼啦，我叫阿三吼到找人啦，伊人面较看吼，无定伊知影来前伫咧倒吼。喂，阿三啊，无啦，无啥物代志啦，啊，就是吼，要拜托你找阿静啊啦，啊，找伊唔较简单，我知啦，我会去找啦。啊，无遮麻烦你吼。啊，好好好，妈，你放心啦。妈，我来等就好啦，啊，你先去困啦吼。啊，一然无转来，我困哪会去啦？头家娘啊，头家娘啊，吹掉，吹掉，嘿，人咧，咱无甲你转来啦。伊即摆又袂转来啦。是安怎又袂转来？就跋书叫咧，别个倒骹啦，无爱转来啊！伊讲哦，阮全拢要来骗来啦。我，好无死好啦，歹插你啦。哎呀，我嘛是安尼想啊，迄种人有爱世间无意义啊，规气死去好啊。迄就，阿三啊，啊？你先后别讲啦。啊，不过我迄个讲到转来，好歹伊嘛是我怀胎10个月生出来，甲伊饲大汉的。我总袂用讲无管伊的死啊！阿三啊，啊？你毋是知影今朝咪入倒，带我去？头家娘啊，你袂使去啦，迄种交警迄种所在哦，查某人莫去啦。你带我去。我去就好啊，你免去啦。哎，头家娘啊，嘿，这你袂使去啦。哦哟，一点的了，家宝，庄家，大姐啊，我呀这，你这羊嚟讲咧，呀，见到只啊，切，这咁久啊咧，係咩嘛？養咗隻條尾渣，誒，既然你睇金光透地啦，係啦，係啦，我嚟啦，你唔好偷人哋啦，哦，嚟翻嚟，大姐啊，坐啊。我过淡薄代志，我咧赶时间。安那，敢坐哦？我就知影你唔敢。这张机票已经跳啊，你要安怎处理？跳票？哪有可能跳票啦？迄是人开互我信用真好呢，哪有可能跳票啦？跳票！哎，你是冲着来真啊！啊，你摕别仔票来钓现金，讲有这大声哦！你真大错死啦！好啊，唔免遐粗鲁啊。来囝啊，咱即摆不管这情形，你要安怎处理啊？啊，所以啊，是的啦，啊无呢啦，我先把水灯来装钱互恁啦。哎，但是票你就要选啦，你都拢加了骗啊！莫安尼啦，啊，咱有话嘛好好讲，所以啊，你嘛替我讲一下好话。要讲啥？啊，你家己报出来啊！你唔担，啥替你担？莫安尼啊，所以救命一下啦，拜托的啦。唉，交警有交警的规矩啦，你家己犯人徛，我无法度。好了。哎呀，这不是倒会煞？对，该他按啦，啊，怎样？啊，倒会。交警有交警的规矩啦，你家己犯人徛，我无法度。好了。哎
一下，这你是倒会煞？对，你怎啦？啊，怎样？啊，倒会？嫂，刚才你来，紧甲救了我小姐。头人来遮创啥？无你来是啥啦？啊，恁老母敢毋是查某人？客气的啦。林少啊，我是好心甲你讲，交警无好代志啦，你转去，莫管。是毋是阮小姐要甲你钱啦？是啊，而且哦，这摆骨甲足大条，真歹伤大。孙老板啊，拜托一下，无你先替阮小姐行。哦，我才要行你啦。春秀啊，顶一届你去用管的代志，我无甲你斗相共着，实在真歹势。所以讲，你即摆开喙，照讲我会甲你斗相共。也毋过，来真啊，即摆是摕一张巴拉票来才骗现金啊，这是犯着交警的规矩呢。啊，我阁是这个股东，我若替伊担，以后交警是要安怎阁开落？歹势，我无法度。嫂，我求你，你一定要甲我救啦！你甲死了啦你啊！头家你啊，莫吵伊啊，互伊死你才好啦，啥个伊才会搬啦啊！啊，你上好，倒来。哎，先生，嫂啊，我甲你救啦！哎呀，若对吼，你绝对会甲我救的啦！你都默默看在影里，不想甲我救。啊，我无钱啊，我要怎甲你救啦？你紧去甲别人借啊！啊，不过顶早为着考驾照，刚借15000就拢借无。啊，这间数额二大，我是要去倒借？是啊，你有使驾车来无？你是甲驾车借我啦？是啊，头家娘，这是咱公司的性命呢，是头家保的，千万唔通答应呢。嫂啊，拢无你嘛带着着我，你最想甲我去？伊甲我一个孤囝尔。嫂，我就算，我后摆绝对不会搬，我若搁搬，我嘴怎样啊？嫂，你拜托，拜托。来这个慢嘞。头家娘，你千万唔通软心呢，车无去啊，咱后摆要安怎过日子啊？哈？嫂啊！啊，你就赢啊！小大姐啊！好，既然哦，已经安尼啊，嫂，你回去甲母阿讲，讲我不好，你甲母阿讲我后生，叫我来甲友好，要到吼，在恁倒。等下，好啦，我请好恁啦。等下，阿珍啊，哎呦，你哪里啦？你上干的啦，阿珍啊。啊，落衰哦！搁较好衰，你有你少数啊，是你顶世人烧好友啦，无你今日早就无命啦。阿三啊，你这是安怎讲呢？你这毋正囝哦，敢若跋输囝啦，人要来剁骹剁手啦。啊，头家娘为着要救伊哦，摕我迄台卡车哦，互伊去拄潲啦。敢真实的？啊，车我去互砍去啊，敢会假？
啦，规气死死去好啦，无人睬你啦。你是讲啥物啦？啊，死死去好啦。阿姐啦，阿姐啦，袂口讲有句啊，啊？接下来你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就来啊！先甲倒起落来啦！我对不起你，我动手，我你俩，兄弟咱们跟下慢安尼啊，有这个心就好啊啦，吼。你想死是？你死啦，你死！哎呦喂，我这老的想死，快别晓哦，我无一个通啊光头啊叫。来，来，我拜托你开窍啊！我绝对会改啦！改不是个人靠一个嘴啊，了，改是彻底干我啦，阿静啊！我知啊，我已經發生啊！明仔我落來切頭路，我係好啊做人，我袂跟你煩惱啦，母啊！我改啦，我要改掉啊！头呀，我一直想无呢，咱车行的车遮济啦，是安怎一定要这台车，又搁是有一个手尾车啦，你唔惊带水哦？我8里遮重的人，敢会惊这哦？我要伫这台车有我的道理。道理？什么道理啊？春秀啊，若无车，伊是要安怎做生意？伊无当做生意，一定就要卖土地来做生活。这个道理你敢唔捌？啊，对，头呀，也是你较厉害啦，但是敢唔是搞工？唉，买头掠鸡吼，嘛得先赢100米啦。咱像咱赛车共款啊，咱先对小车开始，然后才3档半，搁来5档，最后才2啦。凡事是起头难啦，一步一步来才会成功啦，捌无？我知。哎，恁嫂，阮遮有着车行啦，毋过恁囝车有用无？借阮3台走啦。哎，哦，买啦，哦，歹势吼，好，买，多谢。唉，啊有钱互咱赚哦，煞无车互咱走，像这种大话哦，要叫咱去倒位吊车啦。春天百花满满枝，蝴蝶飞来收花期。青春男女好情意，双人长美甜。妹我是真意，不敢讲出嘴。春天樱花正当时，双人来到阳明山边。